无毋到这个车底北区的时阵，四线死角有真多，真正都要真注意。台中市警方的统计，今年1月到8月这个车祸的案件，其中有798件，都是因为北区来出车祸。机动车驶倒去，无发现讲有2个过路人徛伫路边咧开讲，直接甲撞落，2个人被弄倒在地。也有一台小货车嘛同款，驶倒去，佮转弯无看到路口乌多摆弄过，人甲车拢倒伫涂骹。台中市警方统计，今年1月份到8月份的交通事故内面，像这款情形的发生车祸的，有798件，造成303人受伤。应该先检查车辆周遭有没有其他的人车及障碍物。那如果有其他亲友在旁的话，也可以请他来做指引。目久驶倒去有真侪死角，所以讲有人落车倒看，安尼会较保险。若是讲无人倒三工，一定要确认边仔是安全的。另外有真侪人唔知讲有一寡所在是袂使驶倒去，像单行道。等一下，这里是单行道，可不能倒车，因为一倒车就变成了逆向。伫单行道驶倒去，真够甲后壁驶过来汽车相弄。还有像这样子的弯道呢，也不能够倒车，因为一倒车很容易产生视线死角。等完有死角，驶倒去时死角搁较济。另外，较细条的路、有街的路、圆环、磅空、铁基路口，这拢袂使驶倒去。若违规，除了上悬有可能罚1200块以外，若是出车祸，就要负担大部分的肇事责任。